個係我前兩日喺雲南旅遊嘥幾萬蚊買嘅手鐲啊，幫我睇睇值唔值啦。我睇睇下。死咯！你快快脆脆休息2日，將佢退咗佢啊！小貓貓人，最近我刷到網上好多姊妹買到流嘢，售後無門。咁翡翠嘅一個真假應該點樣去辨別呢？第一就睇顏色啦，真嘅翡翠顏色係比較自然嘅，有深有淺咁去過渡，有色根就唔會發悶嘅。第二點就係睇結構啦，咁真嘅翡翠喺強光下邊係可以見到烏蠅刺嘅骨皮紋啊、面紋啊。咁假嘅翡翠佢嘅結構就比較模糊，穿洗過之後比較空洞，冇天然嘅嗰啲紋理性。第三點就睇光澤感啦，咁真嘅翡翠佢係玻璃嘅光澤嘅，清涼比較有光性。咁假嘅翡翠就係蠟狀嘅光澤感，發悶啦，同埋會油乎乎嘅。小貓貓人睇完嘅話，記得要點讚收藏一下啦。咁如果仲未睇得明嘅，將你哋嘅翡翠發出嚟，靚靚幫你哋睇。中意嘅話，記得點個關注咯。